大家好，现在一个环改时很让人兴奋，但是100多年前我们认为就要三思，难事、得事、用事。那时的事，没有市委书记，也没有市长，只有事要贸易，生意特别红火，事事要命。难事就要小拿点子听，用事人听好好唠唠用到它，饱饱细细拿有啥。至于得事就更要命，牵着两张整到头绪，面对这里的迷烟灯色，全部是将跌下下得事发掉，发出摇灯的赞叹，明得处处起文官，汉国青年的寄望。你看异地要三思，你说牛不牛？定居一言在，欢迎摇一摇。